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第98篇，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第98篇，恁着向上主唱新的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伊的正手、成的手骨有互伊得到胜利。上主已经宣布伊的胜利，对列邦显明伊的公义。伊记得伊对以色列家永远的慈爱甲信实，天边海角拢有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全地拢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称赞伊，着弹琴称赞上主，弹琴唱好听的诗歌学乐伊，着用喇叭甲哨角，伫上主咱的王面前出欢喜的声。愿海甲海中的一切拢出声，世界甲万物嘛出大声。愿江河拍扑啊欢喜，众山岭伫上主面前做伙快乐唱歌。因为伊来要审判全地，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用公平审判万民。诗篇98篇也是跟诗篇97篇可能是相同的背景，都是讲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8章，也是大卫他来战胜附近的国家来做全地的王，他所发出一首颂赞的诗，在旧约的希腊文就是74译本的标题，在98篇的标题说这首诗是大卫的诗是大卫的诗。我们之前有提到，从93篇到100篇都是颂赞耶和华作王的诗。那这一首诗呢，它不是讲耶和华作王，而是讲大君王耶和华。93篇的第一节，耶和华作王。那95篇的第3节，耶和华是伟大的神，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96篇第10节讲到耶和华作王了。97篇第1节，耶和华作王那今天的98篇，虽然不是讲耶和华作王，但是他讲耶和华是大君王。那这首诗98篇呢，可以跟诗篇96篇来呼应。96篇说要向耶和华唱新歌，98篇的第1节说要向耶和华来唱新歌。96篇的最后一节说他来了要审判全地，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信实审判万民。98篇的最后一节第9节一模一样，甚至98篇的7、8、9跟96篇的11、12、13，是同样的，是同样的。那所以这首诗篇和96篇、97篇，都有连带的关系。但是呢，一样都在颂赞上帝，他掌管全世界。这首诗只有短短9节，但我们可以分成3个部分来看。首先，第一个部分讲到上帝的救恩，1到3节，上帝他过去所显明的救恩。第1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显明了他的救恩，在列国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对以色列家的慈爱和信实。地的4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所以向耶和华唱新歌，我们在读第96篇的时候，我看到那时候是他们在迎接约柜，或是在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大卫用这些的利未人和百姓训练他们怎么样来唱歌、编曲、写词，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来整队来合唱，能够来赞美。那98篇也是用这样的诗歌来赞美神所行过的奇妙事情，而这些奇妙事情是用他右手和圣臂施行的救恩右手所代表的就是他的大能圣臂呢，这个膀臂呢，神圣的膀臂这个膀臂在原文里面是分别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用他的大能。用他的分别为圣，来施行救恩。将谁分别为圣呢？就是将上帝的子民百姓分别救恩。第2节，耶和华显明了他的救恩。在旧的和合本，说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这个发明读起来就比较奇怪。那现在是用显明，现在中译本翻成宣布他的胜利那
就是上帝呢，好已经使他的救恩好让人都知道，好那也在列国前显出公义啊，好所以这个很像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8章，好大卫呢他如何来宣布上帝的公义，好在列国的面前为神来做见证，好所以第3节纪念他对以色列家的慈爱和信实，地的4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所以这样的情境呢，真的是一个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大卫知道他做王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上帝，所以上帝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王，真正的神。第二段呢是4、5、6节，讲到全地要用各样的方式来颂赞神哦。第4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扬声欢唱歌颂，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筒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啊！98篇第4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好，那这个经文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喜爱，也非常的期待。第1节讲到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第4节呢，直接扩张到全地，就是全地上、地面上，就是全国。好，这里指的全地呢，应该就是指全国。这个犹大地、以色列地都要向神欢呼，而这欢呼呢，除了扬声就是大声欢唱，开心的唱歌颂，还有第5节加用琴来歌唱，加上乐器，还有用琴和诗歌，还要加上诗歌。然后呢，还有第6节用号筒和角声，就是极响亮的声音呢，都要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啊。所以这一首诗篇也是颂赞耶和华是君王而这君王呢是大君王是真正是能够治理全地的王。所以因为1到3节讲到上帝的救恩，4、5、6节呢，就是我们要为了这样的救恩呢，不断的来颂扬，不断的来思想，不断的要把它发明出来，就是显明出来，就是要把它宣布出来，宣告出来。最后一段7、8、9节。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世界和住在其间的发生，愿大水拍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好，我们有提到最后这3节跟96篇的最后3节，都一样。好，那96篇的最后3节是强调说，因为耶和华在列国作王了，他要按公正审判世界。好，所以当上帝的审判来到时候呢，这个海和其中所充满的都要澎湃啊。好，这个澎湃的意思呢，就是制造出打雷的声音。所以像海浪一样，好像这个响亮的声音，世界和住在其间的发声都不能够安静不说，就是要把这样的荣耀归给神。所以大卫有没有发声呢？有大卫他为上帝来发声，大卫能够治理全地，全以色列、全迦南地，他为上帝来发声，他把这切荣耀不是归给他自己，而是归给神，所以他用各样的诗篇、各样的诗歌、各样子的乐器，各样子的欢颂、歌颂、欢唱、扬声、赞美、歌颂等等，来颂赞上帝是王。第8节，愿大水拍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啊！好，所以这是一种拟人的手法。就是水在拍掌发出的响声，好像水真的像人一样，都来敬拜神。那诸山呢，都一起欢呼，颂赞神。所以诗篇96篇是说，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同样的场景，同样的画面。最后第9节，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哦。好，那在上帝作王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从这几篇当中都可以看到，上帝他作王就是要带来这世上的真正的公正和公义啊。那这首诗篇我们从一开始看到的是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可能是一个国王对百姓所发出的命令，或是对这些敬拜赞美的人发出好的宣告。
而第4节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好，这时候是带领全国，所以透过你们这一群人，能够带领全国的人。然后第7节，愿海其中所充满，愿世界和住在其间的。所以呢，当全国都颂赞的时候呢，这全世界好各个地方好，无论是海上的、陆上的，都会一起来颂赞神。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从我们个人开始，从我们心里面开始向神唱新歌，好来思念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和救恩。而这样的拯救、这样的救恩呢，好当成为一首歌，好是能够不断的来影响人，是能够不断的来感动人，是不断的能够世世代代的向人来见证，上帝是我们的王，是永远的君王，是使我们能够得胜永远的帮助者。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救恩是借着你的右手和你的圣臂来施行，借着你向我们来显明你的救恩，你要在列国的眼前来显出你的公义，也要纪念你对你的百姓的慈爱还有信实。主啊，让我们在每一次思想你对我们的救恩的时刻，也让我们能够把这样心中的感激，把这样的颂赞，能够成为欢呼的行动，或是歌唱，或是扬声，或是赞美，都要我来赞美，让人认识耶和华是大君王。愿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所处在的社区，我们所参与的聚会，或是我们每一次合一的行动和见证，都要向世人来见证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世界的主，你来要审判全地，你要按公义审判世界，你要按公正审判万民。愿世人都能够来认识你，也都能够来敬畏你，并且都能够降服在你的治理当中，能够一生跟随你。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和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